好啦，今日咧想教下大家點用 HA 膏嘅，但係咧最主要我都會教幾個比較即係常用嘅功能。OK，咁見到左邊啦，第二個就 HA 膏啦，咁撳入去啦，登入。咁啊，如果唔係未有嘅咧，就要立即登記啦，撳試，然之後咧就撳醫健通啊，咁啲資料就會 jam 咗出嚟㗎啦。另外就係入密碼、戶口啊，即係密碼同埋用戶名稱啊，就 OK 㗎啦。咁好啦，之後咧我哋就登入啦。咁啊，登入要撳用戶名稱同密碼啦嚇。第一樣嘢要教大家睇嘅咧，就係我的親友嗰度。咁我的親友咧，其實咧就可以加埋你屋企人啊、仔女啊嘅即係資料落去啦。前提係佢哋要有 HA 膏啊。咁然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揾到佢哋嗰個入咗佢哋 HA 膏咧，就可以提佢哋抽血啊、去覆診啊，亦都睇到佢哋啲即係報告啊咁樣啦。咁另外啦，就係想教大家睇咧，就係預約通。咁啊，預約通就係左邊嚇寫住預約通嘅。咁啊，如果你有睇完醫生有轉介信嘅時候咧，你需要喺呢度嚇。可以用個 QR code 啦 ，scan 個轉介信就唔使去嗰度即係交轉介信啦，去醫院。咁啊有專科門診同專職醫療嘅。咁如果新症嘅時候撳啦，咁呢度咧有一紮嘢咧就係話俾你聽可以轉介啲咩即係專科啦，入咗去。咁然之後咧會遞交預約啦。咁我哋就如果未約嘅咪遞交預約咯。我啲查詢就係你遞交咗之後睇下進度去到邊度啊咁樣啦。為自己預約，為他人預約，因為你頭先咧可能加咗啲我的親友落去，可能你有機會同爸爸媽媽啊、子女啊嗰啲搞嘅，咁啊所以咧就你自己留意啦。為自己預約，為他人預約，究竟係你幫自己約啊，定係幫你爸爸媽媽、子女約啊咁樣啦？咁啊佢呢度會產生一紮咧可以約嘅專科出嚟嘅，咁然之後就拉咗上去撳，即係拉落去撳確認就得㗎啦。咁啊撳翻自己資料啦，然之後揀咩科啊？好啦，我撳一撳先。咁咧，如果撳咗啦，然之後咧就撳咗專科之後，下一步啦。咁咧呢度咧，其實咧你可以用筆寫個聯絡資料啦，或者係用個即係相機嚇影一影嗰啲資料就會 jam 出嚟㗎啦。咁啊 X 啦，我當。然之後入咗下一步。咁呢度咧就會係你見到轉介信右上角嘅有 QR code，咁啊嘟佢就得㗎啦。通常2至3個星期就會有覆診日期㗎啦。咁我哋撳翻費，咁咧依家咧就2026年新收費啦。咁咧如果你咧睇門診嘅時候咧係要攞藥咧，需要去登記處嗰度交錢嘅。咁唔交錢嘅時候咧，你係攞唔到藥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需要醫療豁免嘅時候咧，通常你嘅門診咧都會話俾你聽邊度可以搞醫療豁免啊嗰啲嘢。咁佢可以有啲咧就係即時話到俾你聽，究竟豁唔豁免到啦。如果佢豁免到嘅，你咪嗰次唔使交咯。但係如果要交申請再要審核嘅時候咧，就可能你要交住先啦。咁啊呢度咧，如果你未交錢，就會有一個數字話俾你聽喺紅色啊或者總費用嗰度得唔得？咁喺呢度就提一提嘅啫。咁啊，因為呢度咧門診就依家記住啦，專科就250蚊啦，去到普通科咧就係150蚊啦，留意啦。咁啊藥嗰度咧專科都會貴過普通科嘅嚇。咁我哋撳翻左上角嘅箭嘴出翻之後咧，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左上角嚇。預約呢度咧，其實撳入去你會見到你一大紮你要約咗醫生嘅即係期啊，你可以睇到。通常佢3日前咧都會提一提你嘅。咁啊記錄咧就係話你入咗去啦，你會見到入邊咧有你嘅就診文檔，即係話你有啲即係到診紙啊，或者係轉介信啊、檢驗嗰啲啊都會喺度嘅。咁另外化驗報告中間嘅。就係抽血嘅報告啦，放射治療啦，就係放射報告就係話如果你照 X 光啊、超聲波，如果醫生要寫報告嘅時候，你呢度可以睇到嚇。咁啊左邊又出翻去啦。
咁另外啦，最尾左邊最尾個醫院探訪，留意啦。如果要探親友嘅時候咧，呢度咧就會入咗去咧，你會見到咁撳一撳一個叫醫院探訪人士適用嘅，得一個掣嘅啫。等一陣啊，咁你撳到去咧，其實咧就睇到好多間醫院嘅。一撳你需要嗰間醫院，佢就會出咗一張紙，就話俾你聽呢間醫院嘅探訪時間係幾多點。咁你就唔使去摸門釘啦。嗱，選擇地區啦，可能香港島啦、葛量洪啦，咁搜尋就會去到 HA 高嘅網頁啦。然之後佢就會俾一張即係探訪嘅時間俾你睇到㗎啦。好啦，我哋又去返左邊啦。好啦，呢度咧就呢度冇嘅，但係咧我想撳咧就係自我管理。喂，呢度冇咧就我再撳查看所有服務，預約家庭醫學科上邊第一個掣。咁呢個就係約門診嘅。咁啲老友記成日都要打電話。咁如果佢有 HA 高嘅時，可以撳入去啦。嗱，都係為自己預約，為他人預約公務員籌啦。咁公務員籌就係公務員退休公務員約嘅。如果你要睇醫生，咪為自己預約，如果同爸爸媽媽約就係為他人預約咯。但係前提係你要我的親友嗰度綁定佢嗰個 HA 高，你先可以幫佢約嘅。嗱，為自己預約撳一撳入去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呢度咧就係已經話你附近嘅診所已經滿咗啦。咁你可以撳搜尋其他診所。咁喺全港18區你都可以撳嘅嚇。咁好啦，去到後邊。咁撳咗入去嘅時候咧，你留意啦，佢就會俾個日子你啦，最近嘅日子同時間。咁你 OK 嘅，你咪撳 OK 咯，即係接受咯。如果唔 OK 嘅，你咪再撳咯。咁如果撳咗接受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喺預約嗰度 show 出嚟㗎啦。如果你再要約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再約，但係咧你之前約嗰個就會取消咗㗎啦。好啦，去翻頭先呢度版面上邊啦。咁自我管理啦，留意啦。咁咧，我見咧好多人咧都會咧，譬如糖尿病、血壓高嗰啲咧，都會攞張紙去寫低佢哋嘅記錄嘅。咁其實呢度咧就自我管理嗰度咧都可以入翻血壓啦，入翻血糖啦，體温嗰啲咁樣嘅。咁我呢個講一講少少常用我3個啦。體重指標呢度其實你就咁撳入去個數，然之後咧就撳儲存就 OK 㗎啦。翻出去啦，血糖。咁你呢度咧量度時段可以揀嘅，早餐前早餐後、午餐前、午餐後咁樣指定都有嘅。咁完成咗之後，呢度咧喺個血糖機上邊咧撳翻個數字啦，可能1，咁撳1咯。然之後紅色儲存就得㗎。如果唔識睇嘅朋友仔咧，可以用個相機個位，然之後影一影血糖機個相，然之後佢就會出咗個數字㗎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你要撳儲存啦，佢先儲存嘅。如果你冇撳儲存，咁樣撳左邊出翻去，佢就會問你輸入更新並未儲存，確定離開嗎？因為我唔儲存啊嘛，所以我就離開啦。咁好啦，去到血壓及脈搏一樣啦。其實咧都係入翻上壓下壓啦，然之後脈搏，然之後撳儲存。佢下邊會有最近記錄，你入咗嘅資料佢都會睇到嘅。咁大約都係咁樣啦暫時就學咗呢啲先啦。咁呢度鐘仔嗰度咧，其實就有啲資料咩 update 嘅資料咧，就會提一提你嘅。咁所以咧就留意啦。如果呢度有個紅色，咪撳出嚟望一望咯。就係咁樣嘅啫咁暫時咧我就教大家呢啲先啦。如果鍾意小 A 嘅介紹就撳 like 同 subscribe。咁你嘅支持咧就係對我哋嘅鼓勵，多謝。